哎，你们看见文月没有？我去，这地是谁弄的？我。嗨，夏姐，你回来了？对呀。啊，你说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接你去我。哎，往哪儿扑呢？张华武，叫嫂子，嫂子。哎，别，你叫我姐，我听着舒服点。对呀，叫夏姐多舒服啊。不行，企业文化，叫嫂子。郑嫂，你好。这是你的办公室啊？是你的办公室。我的？我终于等到真实的你出现在这里了。如果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今天就可以实现承诺，连人带钱一起给你。好快啊！不过这个陈奕川是不是我走太久了？他已经忘了被我支配的恐惧感了。不过，我觉得小舅子说的也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确实不能让他太领先了。下午的工作我都安排完了，下午就回江明，把婚期定下来。啊？这么快？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了。走吧，老婆大人。怎么了？我紧张啊。紧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是要去跟我妈要人，你有把握吗？你就一点都不紧张吗？我紧张，我紧张的都要用呼吸机了。那你一会儿到我家的时候，如果我妈还挑你刺儿的话，你记得一定要顺着她来。就是以我多年跟她交涉的经验来看，她只吃软不吃硬，啊。不过，要是我妈还不同意的话，我爸应该可以帮我们偷户口本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婚姻可以得到你妈妈的祝福。别紧张了啊！嘿 ，Siri， 见岳父岳母要做些什么？我在网上找到这些内容。你好幼稚啊！行了，没你事了，去吧。